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6月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位伫台南永康陆军炮兵学校，未来将要搬到关庙，预算超过68亿，预计3年后要来完成。其中营区的另外道路汤山大道已经伫日前来完工，3号闹热通车，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启用典礼。期待会当随着炮校周边设施的完成，带动整个地方的发展。位伫永康的陆军炮兵学校，因为地方的发展，未来嘛将要搬迁到关庙地区。现在营区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其中的另外道路汤山大道，现在经过3年的工程，也正式完工。教务局长苏金安表示，汤山大道完工后，上明显的好处就是会使加速新的炮校营区的建筑进度。这条道路不只是未来营区对外的最主要道路，现在我们建筑标也靠这一条道路呢，可以加速它的施工。因为我们目前建筑标呢，它所经过的这个施工道路啊，还是我们部落道路，甚至是产业道路，都很小，所以也会影响它的这个施工进度。所以我们完工以后，建筑标大概就会加速它的速度。3号上午也正式来举办汤山大道的启用典礼，会中市长黄伟哲甲地方的长辈也做伙巡礼汤山大道，刷落来也到路祭现场祭拜，感谢市民保庇工程顺利。黄伟哲表示，炮校的迁校毋但对永康的整体发展有好处，对关庙地区的欢迎、国军的训练拢有帮助，会使讲是创造3赢的局面。地方拢期待会使如期如质的完工。迁移的部分大概68亿，但是周边的连外道路还陆续增加，还有包括王委员争取的其实也相当多，也比预期的给过来掉啊，所以这东西九名炮号称刷，带来国军更重要的这个训练的这个空间以及训练的资源。九名炮号称刷对地方嘛带来新的这个人流以及交通上的便利，这是1+1大于2的事情。因此，我仅代表台南市政府感谢各位大家的协助大家共同来和这个炮校迁徙，包括周边的工程道路的工程、建设的工程，都能顺利带动地方以及大新丰区的欢迎。炮校迁建案当中，汤山营区甲训练场的总面积大约93.5公顷，整个工程预计伫3年后完工。完工后大约有2600人的进驻。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初举办的台南市议会小小灯会大成功，互侪侪民众拢会当感受到市议会水。台南市议会也同时举办着点亮台南一起来社会化甲摄影比赛。经过评选过后，6月1号上午来举办着颁奖典礼。侪侪得奖的小朋友拢非常欢喜，场面趣味又个温馨。以台南市会作为主题，一寡小朋友所画图不但色彩丰富，而且构图也拢真水。这嘛是这届点亮台南一起来比赛当中得奖的作品。另外，伫咧摄影作品方面，取镜头的角度甲灯现象也互人感觉非常的美丽。市会也伫6月1号上午来举办着颁奖典礼，互这寡参与比赛的大朋友、小朋友一个公认的奖励。这次台湾灯会在议会。这个颁奖的包括所有的小学、中学得奖的作品，还有我们摄影呢，这些作品呢都非常的优秀，非常优美。那我们希望呢留在台南市议会做的展出以外，未来台南企业月历啦、周刊，还有整个的展示里面，永远会留在台南市议会。也借此机会呢，让所有台南市民知道有。台湾小姐中会在台南市议会创下36万人的人次，永远留在我们台南市议会做个适当的展出。因为议会小小灯会成功，加上点亮台南一起来社会化甲摄影比赛报名非常踊跃，
和议长郭信良来决定以后爱加办安尼趣味的活动，要互台南市会甲台南市民之间的距离愈有愈近。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有线电视产业为着要永续经营，积极拓展着宽频上网的市场。其中，双子星甲三冠王有线电视对6月份开始推出装电视加上上网络的促销，以20枚为例，只要738块。除了省下成机费，也阁有济好康的赠品。业者表示，依照着上网络速度的无共款，会当有无共款的选择，要互消费者会当轻松打造着所谓家庭的享受。因应所谓汇流的时代，双子星甲三广有线电视这几年来投资20几亿，来建立光纤线路，在技术上已经突破600米高速，当然有20米较平价产品，希望以多元的速度来满足消费者。对此6月份开始，也正经推出装电视加上宽频上网190位的售价，要来抢占所谓家庭的市场需求。以20米为例，一个月只要738块，除了省1500块的装机费，每个月也阁有100块看影片的点数，以及建立 WiFi 环境。而厝内用手机同款会当食到饱定好康，无论介绍或是竞品，拢有真大优势。有线电视业者真有信心会冲击其他电信宽频上网的占有率。从6月份开始呢 ，VV 宽频提供给我们客户非常多样的选择。那我们的枚数从轻量级的20枚开始，一直到高速上网的600枚，都有提供非常优惠的价格，可以供我们的消费者来选购。其实透过双子星跟三冠王有线电视的一条线路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家里面同时可以收看电视以及宽频上网2项服务。那当然一起购买会比各自来跟公司申请要来的便宜许多。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可以让我们的收视户可以透过有线电视，在家里面可以全家一起看电视，然后同时一起上网。有线电视伫本土戏剧、新闻甲歌唱等平台方面，因为拥有大批支持的客户，也阁有稳定的优势。不过，为了永续经营，现在经积极拓展宽频上网，用装电视加网络的一口价来抢占用户，希望赢得消费者认同甚至推荐。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玉井万民社区发展协会因为联动华山基金会在地服务的理念，伫理事长邱进德的号召之下，邀集社区志工联手包粽，2天总共包了2000粒的肉粽，要送予玉井区的独居长辈，要互伊当感受到端午佳节的气氛。玉井王明社区活动中心一透早就真侪人出入，有人咧炒粽料，阁有几组人分组咧拔粽。无因甲骹手拢停袂落来。哦，你拢会晓包诶？会啊。哦。这个拔粽的盛大场面，每一到端午节，王明社区固定拢会出现。我们社区跟我们里办公处就是这几年来每年我们都有承办的，尤其去年我们华山基金会他有来拜访我们这个万明里啊，所以说每年。也是往后，每年可能我们华山基金会虽然量不多，我们都会这种酒它需要多少量，我们都会准备那个华山基金会的量。社区理事长邱进德为了串联社区庄头感情，每一档拢会邀集社区志工拔粽送予社区的家户户。为去年开始，甲华山基金会合作，邀请独居长者出来做伙拔粽，除了趣味以外，嘛会当互因增加甲社区的交流。阮家己咧拔，阮较早家己拔无炒啦，炒鸭啦，炒鸭有啦，猪肉、香菇、虾米，拢有啦。像即个虾底迄个底拗的时候，有啥物款的功夫？爱迄个安怎拗？小炒，2点小炒，安尼。华山基金会服务的大部分都是独居比较贫困的长者，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服务的一个宗旨上面，就是希望说这些独居的阿公阿妈可以一起走出家门，然后进入到社区与人群互动。所以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就是望民社区的理事长邱理事长，可以给予我们大部分独居长者这样的一个机会。王明社区端午节拔粽活动，透过大家齐心完成的古早粽，和独居长者甲社区民众有了更侪互动。同时，嘛会当提早感受过节气氛。
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中信金融管理学院首届学生6月1号毕业，总共28名研究所的毕业生以及132名大学的毕业生，100%一毕业就有头路。因大多数拢有参加到中信就业媒合，更加有表现良好的学生已经录取到储备干部，有机会年薪100万起跳。也阁有人已经考取到20张以上的金融证照，优秀的成果，互校方非常的骄傲。中信金融管理学院伫6月1号来举办着第1届的毕业典礼，因为相当重视这个学生的表现，创办人辜仲亮也亲自来到现场，甲毕业生勉励甲鼓励，希望因伫咧人生未来道路会当持续打拼，找到家己的一片天。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总共160个人，因全部拢已经伫咧中信金融管理学院协助之下，顺利找到头路。也等于一毕业就有工课，而且薪水待遇拢相当的袂歹。好，我们今年的大学部毕业生，都全部保障到中国信托就业，提出申请的学生都圆满的在他的第一志愿跟第二志愿啊，找到他最想要做的工作。那我们今年也有4位同学到华顿商学院，用奖学金念书1年，那也都平安回来了。那其中还有同学录取了中信金控的储备干部的工作，那有机会年薪100万。那希望很多我们未来的同学能够以这个毕业生的表现为荣，以他们为榜样。会当顺顺利利来毕业，佮加上已经找到头路啊！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的毕业生，每一个拢带着轻松又佮欢喜的笑容，伫咧毕业典礼上翕相来留下纪念。伫咧中信金融管理学院学习到的专业金融知识，也互因会当伫咧未来职场上好好发挥，成为台湾社会向前的力量。台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劳动力发展署分家人分署为着要培育历练的人才，促进产业的发展，由南台科技大学来举办着培训计划。经过一档的课程过后，即马来办理着结训典礼，展现出丰富的成果。南台产业技术人员培训计划开办1班的职前班，甲3班的在职班。参会学员完成课程训练，进行着新课程。由分署长刘邦栋甲南台副校长张宏德共同以着酒精生殖储能的发电来点光着 LED 的看板，用进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等的力量来照光着未来世界。但是实际上，现在在人才培育上，他面对的是在课程规划设计。怎么样跟业界的职能做一个接轨？这确实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啊。那另外在招生端，坦白讲，真的不容易。不要说学校在这样的一个职前训练招生的生源，或者是在职训练的职能提升的学员的部分，很困难哈。即便是云嘉南分署30几年来从事人才培育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公立职训机构。其实现在在招生端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业啦，各位未来的就业前景啊，那不管你是应届毕业或者即将毕业，或者是还在校的，其实今天的绿能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的趋势，
我是觉得在座各位同学不妨在职涯发展或者是你个人的生涯规划里边，可以停看听，仔细来评估自己确实可以进到这个领域来。非常谢谢劳动部呢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因为没有这样的班就也不会去推这个这主要还是用在学校，这样非常可惜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劳动部这边给南台这个机会那我们学校放在这个推广教育里面我常常在想这个推广教育办得最多的，他们也常跟我讲说，咱来做个专业拢招无学生啦，足歹招的，好像一班一班的拢招无啥会学，这个还能办成，我还觉得这个是不错的新购的电池由着学员来呈现出生质能实测甲太阳能转换等等的系统。借由新购的电池，希望会当互较侪少年的学生会当选择以着日能作为资源，投入绿色家园甲产业发展的行列当中。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随着医疗技术愈来愈进步，新的医疗科技讲求正确无错误，也因此精准医疗新时代来临。针对癌症治疗这方面，也发明出全方位的基因检测。借由查出病人的基因突变关键，来针对性治疗，效果相当的好。癌症的治疗相当多元化，方式嘛真济，有放射线、有标靶药物等等。伫咧过去，治疗癌症拢是不断的试药来找出上界适合病人的药物，但即马因为研发出全方位的基因检测技术，会当借由这个检测来找出癌症病人基因突变的关键。进一步来做治疗。那我们知道，在以前肺癌的治疗，比如说癌症的治疗，常常会有准则，1线、2线、3线，那这时候呢，其实治疗上的准则，常常很多病人必须要接受不一样的治疗，才知道他的评估。那我们今天会做所谓的基因检测，就是要知道说肿瘤有哪一些突变点，它有可能对应到哪一些好的药物。所以做了这样的检测，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病人找寻到比较专一性、特异性的药物，可以增加它的反应率，减少它的副作用。所以现在医疗的进步，进入到所谓的精准医疗，我们希望能够帮病友找寻到好的药物、好的治疗方式。所以基因检测可能是未来一个选择，帮助医师、病人了解他们的一个疾病的特质，从中而想办法找到一个药物，让病人的疾病得到控制，减少那副作用，以及延长它的存活。我想这个是医疗进步，医生跟病人共同的希望。我们希望病人可以得到好的照顾，可以得到好的药物，减少副作用。即马癌症治疗已经进入个人化甲精准医疗时代，而且精准的程度达到99%。借由全方位的基因检测结果，会当互医生来定出专属于病患的个人治疗规划，来提升着治好几率。台湾新闻网站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多云，温度27度至29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来收看6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